来国民党要选总统的人选也未确定，人民进党这边咧要参选的副总统赖清德，老早伫1个月前就呛滚咯，即卖是正式来启动着空战。赖清德个人的影视频道开始来起稿。第一集是来回忆着赖清德做囡仔时阵趣味的代志，要互民众对伊更加了解。讲未来嘛要来展开着5战复习的动员来催票，而且一点仔拢无咧客气，要直接弄入去侯友宜的家乡嘉义。5月21日，赖清德的信赖之友会要伫咧嘉义正式来成立。去到建中了后，哇，大家卧虎藏龙不得了。阮迄班咧，大家拢做啊读册。头前提价底，副总统赖清德摕出伊读建中时期的相片，以 YouTube 的频道正式开始用，要互大家看卖赖清德另外一面。第一次月考，然后看我同学在看一本书，很大本的书，我那个干嘛讲？那你这是在看什么？他跟我说看微积分、数语。即摆赖清德要代表民进党来拼2024，就以细汉时阵趣味的代志来消解伊的成长过程，互空战的部队动起来。不过他透过 IT 的方式倒是一种新的一种突破。那再加上他之前去喝了那个超阿贵珍奶我想这一切的连续动作会让人家感觉到赖副的对外的形象更加的柔软，更加有亲切感。用无同的面向争取支持。早就已经启动的陆战嘛，爱积极来准备。估计会以5战复习的动员来催票。4月份启动新赖台湾之友会来拍头阵，所来个7月份成立专业的团体后援会。9月底战前剩100天的时阵，换党公职的组织开始催票，立委甲县市竞选的总部来成立，以及各县市大造势活动。那7月党内全大会，也是赖清德甲区域立委头一场造势活动。风声讲政策的白皮书会在9月份来推出。赖主席现在开始筹划未来总统候选人应该提出的政见白皮书是非常适合的，尤其这些政策需要更周延的准备，也需要跟社会各界来讨论。特别注意的是，赖清德专台各地信赖之友会活动，嘉义的部分会在5月21号来成立。除了象征是侯友宜的家乡，大号嘛是国民党团出会定调人选的时间点。趁哪赢也未决定人选，赖清德把握伊的优势，大胜布局。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